拍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一直推我们推过来。我先做个介绍好了啦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宝地哈，为各位介绍一下，我来自台东县都历部落，这边有都历部落的朋友吗？举手一下好不好？这桌怎么可能就一个人啊？好了，然后不好意思啦，各位，这些人是我花钱买通请他们来。没有啦，很感谢各位。然后我是那边的人这样子，然后要介绍身高吗？应该不用了啊。我们第一次来到这边，然后很开心啊。我们第一次在仿佛有结婚场的场合这边上来。我们现在就在等新郎新娘入座。新郎已经进场了，拍手一下啊！没有了，那个新人。好了，我叫阿里奥拉奥，阿里奥拉奥，因为那个里不好用国语翻了，知道那个音，所以我就只好用里这样子，阿里奥拉奥。然后我的妈妈也有来，她在后面，对啊。然后就是这样，蛮妈的，念太慢不行，会有点误会。然后接下来介绍我左手边笑容很灿烂的一位，讲话一下。太高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溪院长吉他手叫邵华，我来自屏东县雾台乡城山部落，山地名叫苏马，谢谢。哎呦，他的老婆又来了，我这边老婆。没有来啊，他不承认啊。你们感情似乎有点裂缝。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这边的磊哥好不好？音乐总监好不好？他的外号，看他的发型就知道他叫朱孝天。完蛋了，我等一下一定会被他断。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，虽然有点多余，但是我还是很啰嗦了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了，但是可以边走边喝哦。现在慢慢喝了，因为我本身不喝酒，不知道喝酒这是什么感觉。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很高兴兼兴奋 ，excited， EAS 之类的，后面怎么拼了？然后我们也是顺便就是有点胆战心惊，因为第一次看到台下这么多人，本身就是很害羞的一群人啊。这位小姐一直在笑，发生什么事？然后我们磊哥可以宣传吗？磊哥，其他活动，他没有回答，假装答应了。我们9月21号不是我们了，921大家空一下啊，不是纪念大地震了，没有人在纪念的，我们也是要缅怀过去。9月21号欢迎大家来西门町的河岸留影，有一群人在那边等你们这样子，不要问，之后你们就上蓝星去看。等一下可以用我们的社法吗，社长？好。到时候，因为连那一群表演者都不知道他们那天要表演，所以这个团体也是蛮神秘的，近期内会公布这样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可以了吗？好，再见了啊。好，我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歌。有一次，在我工作的地方，遇到了一群小朋友，我要教他们唱阿美族的童谣。我以为我准备的歌，他们不会唱。我就说：“小朋友，我们来唱歌嘛。你们印象中有没有知道麻木就是奶奶、阿公啊，他们有没有唱过什么童谣？阿美式的？然后就有啊，有一个学生我很喜欢他，因为他
他在班上也是8号，在球场上也是8号，然后就闹出很多笑话，他就自己唱了这一首歌这样，我就吓一跳，因为我没有准备到这一首，我也忘记了。我记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，虽然他唱的不完整，但是我就是按照他的记忆，就给他编了这首歌这样。而这首歌叫做《娃娃》，就是孩子。好，谢谢，我就。好了，因为没什么梗了，因为太清醒，唱歌很怪。来点热情好不好？你们观众啊！等一下唱到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待会唱到我嗨的时候，就站起来好不好？我是说站起来点菜。好，已经开始了，不好意思。那就副歌就6个字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一起唱吧。娃娃，不爱小娃娃就好。爱不爱小娃娃？娃娃，那你穿不一样的衣服？你的家来自哪里的意思？
等一下我们吉他手让弹完的时候，我们再唱2次好不好？这首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不要管走音，那是个人的审美观不同。什么叫走音？对。2、7、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再给自己拍手一下吧。我们这个乐团的特色就是骗大家进来以外，你们付钱进来，我们还要叫你们唱歌，你看这个乐团真不好。